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本嘅医疗单元，然后大家咧讲嘛，个咧，讲一只动虫扰个概念冇，系嘛个咧，大家会想到系讲自家学生是许多身体冇爽快嘅时节，是无许多热凉卖热类型，系冇许多日本有了嘅时节，会到哦，你种热冻好，格格卖转来，你热又冻好，格格卖转来。其实吼，你地图有冻多嘅地势，你大家要去注意哦。所以你今日格格咧分享，你今日个来宾来大家咧分享一下，佢系马莎咧，佢系类似苗栗台前艺人嘅领域的弱势分享。主持人，各大家好，我係苗栗台前藝人弱勢領域的。分享，今日當歡喜做啲繞牆同弱勢嚟到節目地圖，然後大家嚟分享。喂，鄉親朋友，因為知道，你今日弱勢非常嘅後生喎，很年輕。我啦，冇後生。可是吼係非常專業吼，嘅弱勢。今日一開始啦，大家嚟分享係乜嘅咧？大家有知道冇？其實台灣引起日本醫療的人數非常多。當年哦，都有好多人喜歡去日本，當好去日本聊。喺去到日本了解世界咧，當到東西好賣，不過咧，聽說不是一種店，按照藥妝店、肉粽店。對你自己去日本的時間有去藥妝店嗎？有去嗎？應該是冇啦，不過聽當到朋友去日本咪係賣藥嘅，賣藥嘅對，賣做藥嘅做。係，就算自己冇去。親戚朋友去咪會講，哎呀，你去日本，你幫我買這個，咪個維他命啦，係冇感冒藥嘅啊，感冒藥嘅啊，吼，所以基本嘅老鄉親我們來講，你去到嗰度買嗰度藥妝店、肉粽店嘅肉嘅，去聽所有東都會注意嘅事情，對不對？比如說分類，一開始先請藥師讓你分享一下。佢主要就係日本嗰個非處方藥，就係講按直接買到藥嘅。要分3類，第一類嘅話，一般一定係藥師教本，總體講，即家到假行就拿得到。一般按買到嘅就係第2類、第3類嘅藥嘅，然後第2類嘅藥嘅有還有特別一類，按照指定第2類嘅藥嘅，佢到日本嘅法律規定上講，特別藥師要說明講。有冇個副作用或者是禁忌症？該像係你去到日本買嘅時間，我們買到的是像你講嘅係第2類到第3類。對，可以一般係請到按直接假行買到嘅就係第2類、第3類嘅藥嘅。所以就是有講哦，假行買得到嘅，因為你行業該肉店，哇，很大間。當台階有4間台階啦，吼，哇，好多琳琅滿目，乜嘅肉嘅都有，看得到，這是你係愛愛，都是那，係冇有到你會去櫃台。門做哪會乜嘅，還記得弄喺度拿嘛？所以其實擺在哪裡不用到買，哪一位美做的也是一個判斷的依據。對，一般來講，佢第2類就係有啲係新出嘅藥嘅，就係大家用嘅經驗沒有那麼多，就佢前6 Q 風險可能冇咁大。2、3類嘅話，所以就可能講擺到前勸櫃台嘅，代表是一個風險的高低。然後到第3類的話，就基本規定講會擺勸牙炎你只有記住講勸嘅話，要拿嘅話一定冇見過嘅藥師也係賣嘢嘅說明。對。啱啲，譬如講你喜歡賣牙膏，舉例哈，牙膏，那牙膏，因為嘅東西你看得懂是拿得到，而且很容易。對。可是係講有一種肉你因為講找不到啊，可是興趣又興，你買你可能有去櫃台買。基納不尼，所以這其實就是有對，就是一個風險的對相對的使用的風險的一個等級區分。這樣，所以其實再請幫我們更仔細的補充。所以你可能有溶柔改字節啦，還有一些用藥指導，其實真的是不一樣。對，剛剛就說特別就第2類啊，佢有一種按照指定第2類嘅藥嘅，然後到嗰個票條行啊，嗰個第2類嘅你面當為咗圈會翹起來，叫做係指定第2類嘅藥嘅，就這種要特別注意，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有可能嘅副作用，然後第3類嘅話就像特別藥補嘅，就是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藥膏，對，這種外用的就卡摩
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所以提上就算用到的风险也没有那么高的第三类用药。嘿，我们从用轻飘为起头讲，我们要知道这个干嘛？其实是因为冻虫然后要抬高会讲，所以你去干以脉动血时间，你自己也要有一个警觉性，这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危险在里面，不要以为莫把东你肉应该怎样卖的都改肉的都富裕松改安全，不是说不安全，可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比如讲，我就觉得推翻因很特别改提供的鱼豆改日本改肉重点，听说卖改嘛改感冒药。就是欢豆改是些感冒药，听说会卖，而且觉得好像很好用，有吗？对啊，所以其实对老师来讲，其实买感冒药也要很注意，从吗？对，其实以身份来讲，从台湾的药来讲，真紧有对唔会差动多。如果记住係，我们就讲精致，就看到包装啊，然后佢有分，好像不同的加强然后一般的，就像台湾一堆药就像比如讲以普拿疼为例，基于比如说福茂乐饮啊，然后有加强型的，让观众选卖因有七个选择，然后就会还会选择安尼药的。嘿，所以可是冻豆推翻因去日本都喜欢冻种鱼冻好卖该感冒药对，卖种那些，其实这中间的成分我们要注意吗？我去注意吗？注意那个。有一种露露 A 啦，以这个为例子，其实地图有一种codeine 的成分，然后也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台湾，是希望12岁以下的成人呢莫用，因为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呼吸抑制的问题。是，对。不过其实日本佢没有规定，佢係到去年开始有公布讲。也是有这个建议，讲12岁成年以下成年前后莫用。然后它是预定在2019年，它会正式就是执行这个法令。所以还没有正式执行，你要在法令之前，我们就是卖都是新的呀。对。今天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卖都是那类型，所以其实要注意，对不对？对。可是那台湾呢，比如讲从台湾嘅感冒药又要是你刚才讲的codeine，就是可待因按用改。成分吗？其实有可能，对，基本上就係最早做得用的指出的成分，对，本來就用的。然後唔係講藥劑藥的成年就絕對冇用，係講，假使講線上看醫生，然後線上吃到有效嘅，佢還能做得用比較成分。如果自己用的話，就比較不建議。然後就特別係成年卡比較不建議，對，所以不管是日本賣也係台灣賣，就有可能都有安尼的成分。是，所以成因要特別注意哈，莫講成因心理線上會講12歲以下係講有一些感冒藥，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經過藥師、醫師的鑑定認同是最好的。應該叫說明書，免當沒有下單啦，然後如果是。有感冒啊，然后就卖噶，有某一天会得到叫，佢讲啊，可能咪探测，然后还冇办法东西叫做一些重点啊，譬如所谓指定第2类的一个精神，说需要说明讲解，然后注意的，他都没办法告知我们。冇错哦，其实我想向前，譬如你有想过冇？係講你買按用改感冒藥，種類你有當然進看說明書冇？其實我相信當然冇認真都來看，我看大部分看的都係，已經有食幾多，然後叫點食啊，是日爆兩爆，然後容易幫菌水啊容易，可能當時你冇去看幾個新聞，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不過應該知道講。前時有看，因為食幾多度，然後食幾多料，安尼就茫茫嘅。有啲人曾經係做7家以前食藥嘅經驗講，就像有啲老人家同佢拿藥嘅，佢後擺就一拿到，佢就問我講係咩？細胞盤。係咩講？就天生真實。然後其實也當到係從血壓嘅藥嘅啊，又係清血嘅啊，冇就有啲當到就引一度就好。假使講冇特別統計講嘅話。其實伊咪可能就是上百，其實都有可能，對。所以前些莫把都是柔是凍好，佢要凍注意柔是凍講已經是9度是9度，莫想40度，想我是2度要好加好，也不會，而且我哋係特別的注意。不過大家會在起到，其實感冒、傷氣、咽喉那種，一點點不舒服，一些摸爽快，有點很多人某一款性上就會自己去吃感冒藥。然後有啲人賣嘛，改感冒藥，所以買綜合感冒藥，綜合的。對，所以它那個功效就是
一定要吃吗？还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效能？其实按感冒来讲的话，就会有可能动到这种病毒，然后感染到我们上呼吸道，是讲包括鼻孔啊，然后个黑人条的一个的症状，然后去可能的症状就会讲按流鼻水啊、抽啊，甲我讲个综合感冒叫，其实会动到这种的成分落落去啦，甲我讲跳脑痛的啊，然后只抽个流鼻的就落去嘛。给成分，所以变成讲，其实可能伊冇流鼻水，伊可能会有一些跳哪痛，讲卖综合感冒药可能也有流鼻水的，就是指流鼻水的成分，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不过大家是想讲，其实应该还袂起到，是按样解综合解感冒说，大家还会来注意这样做的，因为哦，上都是那类是按洗头性体稍好，还有嘛该注意吼，聊下这样做来讲。欢迎走在绕墙头，女子庙里台前依然改柔事哈，连是在柔事里头节目地度，让大家来分享动到容柔改低声。你上堂节目有讲到有没有感冒药？这真的很普通像比如讲有一定要流鼻水、跳哪痛感冒药，可能线上的时间是感冒药，还有一种改柔，非常改贴片，莫柔水。眼睛不舒服，莫注意在不舒服，是肉点卖一管莫做水，然后就自己都帮他点这样子，就觉得好像不用看医师。然后移动日本，动一日本也很喜欢，动好卖莫做水。可是这个我觉得比感冒药还要严重，我觉得要特别让乡亲们来分享卖莫做水的注意改事情。你无看到个日本那个药店的加一行，其实叫我分。动到重，佢有较亮的啊，然后还讲，然后或者是消除眼睛疲劳的啊，然后或者是目珠göz撇的啊，好一般木药水的分地图的成分就有一般可能消除疲劳的一些营养成分，或者是一些缓解那个眼睛不舒服症状，像讲目珠会痒啊，目珠讲göz撇啦，这种的成分，然后就它的一种药就讲卖家下也系就先看清楚讲营业。用几多度啊？然后点几多嘅用量，还要当注意。错，所以两边有一种图做得让你家乡亲朋友来分享，都当然注意嘛。个是像若是讲诶，当然你要看伊营业点几多白，好，比如讲点5分钟过后再个点嘛，比如它有好几剂，然后呢避免污染。可是我在这边要特别让乡亲朋友来问的，就是它的保存期限。比如讲有冻豆改。你讲冻豆改妈妈，佮可能是卖莫洛水，佮莫住有点不舒服，佮点1滴2滴，好像有恢复哦，停液就还不错，然后跟莫洛水是不用粘，对，这样可以吗？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如果开过，然后用过以后，一早热后，不过还要特别注意啊，假如像安尼点1-2排的，佢变质的气皮就冇问题啦，对，不过系接点的讲，也1礼拜2礼拜要点讲4-5排5-6排，好，可能一张热后就注意个可能有变质，好，或者是干脆就不要用这样，对，因为木药水一开始它是很要求木柱系一个无菌的环境，是无菌安尼，有菌的话，木柱冻掉就会风啊，也很容易会不舒服这样子，对。所以你等于是老乡亲们来讲，大家要注意哦，你卖干木药水，因为讲实在不一台管，没有办法一下就点光啊，而且一直点也不好，对不对？我们又尽量就像不要尽量一直吃药的概念。其实补的就好啦，然后整个。因木柱它呢不舒服的话，它呢可以错，所以没改善就要就医。不过市场乡亲朋友讲的是讲市场若是讲因有一罐木做水，伊莫点上洗白洗唔带，然后盘在丢掉，然后就摆着，然后冻久过后又拿来点。所以其实市场性上讲，它那个木做水影响可能点到木柱地度，它会变质，会污染，所以真的不能摆太久。所以点个特别注意讲，树啊木多多嘅。点的个后，不要碰到。因为建议讲，一般标准的点法是，木柱牙下尾拉开来，是拉开下眼睑，然后点在那个空间，差不多就是1滴或2滴。其实点多的吧，其实没摸好，记住不流出来，其实。只会大概就是1-2滴的用量。1滴，可能唔会好，2滴还不够，3滴浪费。我木柱安尼撒皮来，其实佢
吸收的有限啊，就会差不多就安尼一两滴出来。好，所以它真的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该系讲共同安用因大家是地讲，该线上让大家都分举例，像感冒药的举例，然后莫诺水该举例，该让大家都整理一下，系讲你真实系统日本该做重点的脉动性，我们一定要注意。比如讲体液，刚刚有讲过的分级冻虫老。嘿，咱就袂一定袂烫应该介绍，嘛个药诶较好。不过因为了解到机器嘛个用途，然后嘛个注意的事项，一般有细也有这样用到啦。然后假使讲卖痘痘的话，就算呢药个基没有加保存的期限，病毒过去未做。假使讲像啊，贪便宜讲，一般卖太贵，不过真系有特体的版权，还是浪费。其实。又较便宜又较省，其实又无，然后有机会的话，多几篇新闻咪做得，其实家啲朋友可能有一些中文或者我讲嘅中文，我讲过你嘅销售人员，其实有抖音去聊，其实我讲过你，其实都去统一问一下，大专咧抖音附近嘅药局。吃门槛的唔怕，唔是这样拍摄，其实就在吃门槛。真的哈，比如讲你日本只干卖冻痘肉种转类，也可以去问你要不要改肉丝，他对啊，也不用不好意思，对不对？其实唔是这样拍摄。男雄你可能问林毅的药师，他应该会很热心服务，都没有你改用钱没有，你走得去问基会让你讲，哎呀，等下怎么在不用调用英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哈。其实唔好这样拍摄，唔是这样拍摄，有戏了，就会。有大家有戏了，就我们才有我们的价值存在。才服务，我们要服务大家，对不对？不过讲到了哈，你看了是日本肉粽店哦，卖东西注意个事情。不过还有你讲到了片，你讲到食肉了件事情，融肉了件事情，其实有冻痘感行为是错误的。比如说像该下我们有讲到点摸肉水，你一直点很多，很多冰冻油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那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还有什么是？你把你有可能加不爱用音。我先讲一个，第一个与别人分享药品，这个我好有经验哦，你就看到自己有药，然后配音如果推拿桶，你推拿桶啊，我有药你要不要？是不是都会这样子？其实假使讲你整运动了解这种药然后如果是医生开的处方药，可能医生那药尽量就唔好啦。对，因为特三因的情况，就假使讲同样係杜氏痛。系上毒痛、下毒痛，然后也系左偏右偏，可能地部哪里就是病变的部位并不一样，这样对。没错，嘿，某一集刚你看到去看线上开那个感冒药给你，第二天你的同事也感冒了，你就问他说，我昨天看医生有药你要吃吗？这样子是不行的哈，因为系做唔得了。如果一般也应该卡药上应该唔敢讲青菜煮。不一定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犯这样子的错误哈。对，所以大家常常不重视药物的标示，刚刚有提醒了，大家要认真看。像咱特别那药的个下，就是一般药单，然后像个药台啊，其实有规定讲下单讲什么钙啊，然后注意的问题。全部有下单啦，不过用动作。可是单个很多时候都写英文。写英文你根本是看唔识。唔会啦，其实药台其实医院那个内容都是医院去做的，其实唔会写英文啦，采部分读中文，然后他会尽量的简单，大家因为给日本大家看的啊，所以是他会考虑到大家看的时的生命的放射。刚才下摆是讲拄好翻到去看线上，我要把那个药单留着问那个林药师，上面有很多英文字，因为对我会写说头痛的。流鼻水的，然后有一些就是等下嘛改白色药丸就没有鼻的，有的技术爆强还是整天就很难。可是我真的建议用亲朋友可以讲，你其他一款信上那揉不，你应该揉蛋，你真的不懂你就问药师，你就现场问。你拿到药袋之后，你把药拿出来，对不对？然后药单你看不懂，你就款心什么个拍谁请问一下，你要买意思。这个是吃什么的？你总是要整双呀，所以讲，有些唔清楚的，唔清楚唔敢说啦，系啊，但是伊多人是讲，药唔敢说，因为唔清楚，然后吃了个用唔低，是，所以先问清楚讲，可能有某个副作用啊，就先问清楚，然后其实咪当因，对那药个，个药台记住直接讲我弯爱。
其實那個地圖藥嘅做好嘅，不過我肯定無同你講，肯定留電啦，就親手免當沒有個填法。你有問題就得打轉來問。對，這個是環保嘛，哈，大家好，大家動寵是環保，不行，我覺得，這個還是要你起到緊急的注意，你要關心你自己拿的是什麼藥，其他那還嘛改容易是，當天我們會告你是改時間吃的用量嘛，就像我們這邊有特別強調，藥物品的重複跟藥物的過量是動寵擾改，多系統都沒懂的。啊，重複的問題就係講。假使講，有啲老人家就會去加微看先生啊，可能係強胃痛，不過佢一微看咧知道冇較脹，3點有人家介紹講去另外一微先生去看，然後同時會可以嘅，然後佢其實咪冇講當問，那現在佢曬藥嘅比看講也藥嘅強下色啊，唔強下色，然後也有可能講加強下色有個過量，然後也係強樣成分。重複嘅問題，安尼啊副作用發生嘅機會就會較大。哦，老師有講到副作用、副作用吼，因為個副作用嚟討論，你聊下，等下陣嚟講。欢迎走在绕墙走室那度节目地图，然后大家的分享哈哦，我觉得用药好重要哦，黑毛这乱是对身体反而是另外一种伤害，毕竟难为一种改伤害。上头节目老师有讲到，哎呀，避免重复用药啊，容易，比如像家里的长辈，对不对？医师你讲的嘛，他去俩建议站看，哎呦，我好好嘞，有没有？然后就会难为一建议站，然后搞不好2个药一起吃。好，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避免长辈重复用药改方法。那这种轻重要的就係講，我慣性醫藥嘅是多樣咧，一段時間專門講研究什麼嘅藥嘅啊，哪間股哪款，實際上盡量全部藥嘅就統一看一下，然後按佢身邊唔怕，就大部分附近嘅藥局有時聽看講，可能要看家科嘅，嚇，或者是原來有看嘅，不管原來可能內科嘅線上也係家庭，就是家醫科嘅線上，好比全部比看一下。定期可能1張月，或是不定期的關心啦，隨時都在問一下，研究食藥嘅有食多樣啊冇，然後實際有食也冇食啦，然後安尼就做得聽書都應該唔會有什麼錯藥嘅啊，也係重複嘅問題。係思想性老師講嘅係講，因為慣性冇下感應容易洗澡，其實還有個好簡單的方法，你幫他把藥丟掉。就是黑公給你到2個月在那一頭肉，因為有些人會有習慣，他捨不得，有沒有？哦，不用拿。然後呢，由於2個月什麼，然後經過很久，他還留着，想說啊，以後還可以吃，你就幫他丟掉就好了。你就是關心他啦。係啦，下擺整件冰條丟嘅，整件冇食嘅。嘿，我剛剛講說，我剛才講丟掉哦，那個李藥師這樣臉色很驚恐，說你就幫他丟掉。我說不是，有些老人家真的會偷藏藥。也會過期呀，對，藥物會受污染嘛。冇馬基啦，其實因為我們會看到那個家屬當驗嘅，講驗藥嗰陣嘛有冇事，啊，按這個係咪強啊？假使講不應按驗嘅講，好像監督，然後我們就會有一種反抗的心態，佢按住冇就是講，所以適當樣咧就就是講，按呢就好。我知道，你看就剛才俺講，老柔丟給誰那個李藥師。這個也很驚恐，想說，哎，該走完一樣時間，其實不是，我是溫和的，好不好？好好的說道理。好，總言之，是慣性老人家改容柔是錯的，你都會關心小朋友容易洗手，老人家容容都會關心嘛。所以家家老太太來講5不原則，是不是？好，來，這個是講止痛藥啦。對，止痛藥的部分，對，止痛藥係睇七個前有一隻湯頭嘅七個用嘅藥嘅，然後有一隻用的5不原則，第一就唔好過量，佢夏天講營養食幾多度就幾多度，冇七個加2粒，然後又加1度，嚇，整件按痛嘅話，可能嚇可以看過藥嘅改過也係用嘅，要冇強用嘅藥嘅選擇，所以總得啉酒啊，對不對？總得亂買，不可以空腹。啊，啉酒的話就因為有一種叫做乙酰胺酚那個成分啊，它需要那個也是需要肝臟代謝，假如講因為它同時酒咪係按嗰種強藥退下，然後
有时就要有时个药的法，肝脏的代谢它就造成一个急性的肝损伤。好，然后并用的话，吃到其实那就像刚刚讲的综合感冒药啊。头痛药，听哪痛就东东因为买。综合感冒药地图没有可能有强用叫做成分。有时感冒药，有时听哪痛的药咧。一般的加起来其实主要可能都过量的问题。对，膝盖有问题，然后，但是它是一个强成分，如果因为就强多的超过对，所以就会一种中毒的问题。系啊，中毒问题，所以大家会该揉狗粮，唔系可以食狗粮，有时候每一粒。它的就是这个就量不一样。这个就较习惯用综合感冒药这种，因为这个了解讲，有乜个症状，有流鼻就是整个有些有流鼻水是流鼻水，系跳哪痛是跳哪痛诶。不下多了，可能讲2-3粒，不过可是就像刚刚说，有的感冒我们那个症状摸给药个就不要对，其实就50讲颜色，其实个症状。因为感冒药它就是让我们比较不会这么不舒服，莫讲因流鼻啊、因抽啊，假使讲较胀诶，真紧，比如讲流鼻啊、抽啊、较过，其实跟摸出就唔怕。好，所以其实胸肌朋友意思是讲，其实你有乜个颈头问题，你就吃那个药就是最好。感冒药嘅来讲啦，感冒药做举例哈。你哋喺大家来讲係上止痛药，因为东东因为对止痛药有一些迷思。我觉得止痛药很容易，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我觉得用量很重要。你只敢摸法图判断你是走的一门肉事，摸水到心上都扣停那个料，不能量。可能这个卖药个心上快的，会有重复的药成分冇安尼。不过讲到咧，大家会想，有的肉系一粒一粒，有的肉冻难吞，基本上，我是不是可以磨成粉？磨粉，其实磨粉其实不一定，对不对？要看。那个药的本身，有的叫杀鸡膏，对，比如说不适合磨成粉的，其实有的药啊，像也下个创效啊，记住因为会爆弹嘛，然后地图的成分，天天的变出来，所以12粒可能几年咧就有效。假使讲脑粉咧打烂咧，cái藥嘅就全部就變出來，一下藥量提高，然後不過又冇佢長時間嘅安尼藥性安尼。係，所以像小朋友咧讀理解天時，就得看得到咧，又到大家都整理出來哈，所以大家就得看一下，所以真的是有的肉佢不能變成粉，比如它可能會失效，對不對？或者是它。有的肉它必须像发泡锭，它必须要在液体中使用，所以这帮大家来讲一下，分享一下哈。还有不同的类型，对不对？这里也有。对，像个长龙锭的话，我们坦白唔建议攞粉的主要因为讲，药效没有办法保证，佢冇办法保证讲，比如假设讲药嘅药粉呢，假设讲可以28日的药嘅，到第20日，係咪肯定有強樣嘅效果？然後甚至講，其實腦粉呢，用嚟講就較會變質。哦，有有喺度，咱食到第25包噶，有到係咪有喺度染強下，去轉運，然後染強下，其實咪對，而且之前有講過，線上沒有講上去 ，UK 嘅成因是嘅，你這樣子磨，它可能會交互感染，就是交互作用，係冇會污染到。意思就係講，因為做嘅成因嘅藥嘅噶，中醫腦粉嘅噶，冇可能講一沙嘅腦癱。食下一下就中間會寫，冇可能，因為唔會照，唔會照，就會用我們那種吸塵的裝備，然後就是刷刷，然後就照一下。如果多時候一定會食到，條件係不容易給藥嘅，所以就有可能會其實交互。對，如果佢線上用嘅藥嘅太快呢，佢唔會講太複雜啦。對，所以可能就那幾種藥，如果當然還是會有交互。就是餐道的風險。最尾你把握時間，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副作用。所以當到副作用，大家會怕，比如話跳哪痛嚟就副作用係跳哪痛。那副作用，簡單嚟講一下副作用嘅問題，因為大家會怕，大家會驚。一般那度藥嘅假使講有看藥台嘅，你就會發現講嘅副作用可能會下動多種，可能下5、6種、7、8種，嘔吐、頭痛，好可怕。可能所有藥嘅主要可能會惡心嘔吐的副作用。不過你做得那藥嘅假，就直接去問藥師講，請注意嘅副作用係乜嘅？最需要對，請唔會發生嘅。對，然後或者是講
有这个副作用是当时发生，不过当严重的副作用有没有什么征兆？然后那了解也两种。就可以比较安心，对，因为你只有规定的全部就会写出来，对，所以如果跟你讲，有可能，可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情况。爱弟啦，若是意思是讲，你那肉腿，因为所有嘅副作用全部都写出来，不是一定都会发生。对，只有规定你按全部会写出来，然后它其实按说明书地图没有写讲，几什么样，然后说1%，它有就是。极其可能，然后极少，它那个区别。不过，写到药头一行，冇可能讲大样就写讲，我讲跳那桶有种副作用也上了判人家副作用是%多少，冇可能按米写全部写出来。了解吼，哇！所以乡亲朋友基本去看，用因来融入，係講迄度日本有料嘅賣肉，清楚大家嘅收穫係動態啊！所以大家會非常感謝肉絲來到節目地圖嘅分享，謝謝。我相信鄉親朋友一定收穫很多哈。好，該聽聽下來咧做乜嘅咧？來做運動了。